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三国，讲一幕东吴的武士鲁肃鲁子敬，当去甲周瑜会面，禀报讲伊堪孔明西蜀的军事见面，饲武饲厝讲安怎样。结果周瑜甲听的亏心，伊就讲：子敬啊，子敬，你去当着老啊咯！台湾话咧讲老啊安怎样解说？煞毋知影孔明甲鲁肃讲阮西蜀有5万的兵马，子敬赶紧甲应呢，讲阮东吴嘛有10万的兵马。吼吼，周瑜听着鲁子敬安尼伫咧转单呢，伊就讲：你敢真正知影西蜀有偌济兵马？还是敢若独独听孔明讲？有影呢？哦，周都督啊，你无讲我煞无境界。啊，无伊敢是要用假情报甲我换真消息？对，用假情报换真消息，台湾话就是讲老啊，用话要讲老的。毋那安尼哦，子敬，搁来孔明甲你讲啥？啊，伊就讲咱若5万、10万，咱咧两方面兵马联手，坐军100万的军中，咱有才调甲演甲，互伊兵败如山倒啊！事实，社会上嘛真侪即款人，靠一支喙咧转。周瑜即当阵才甲鲁肃解说讲子敬啊。即款的人，或者害啊，你敢知？对，有足侪人为着要引生理，3、500万的工课摕去做，后壁面吼无啥物骹手，伊敢若用个品的，用个赚的，万讲利益得会到，后壁才来设法解决，这叫做害啊啦。是讲吼，孔明虽然吼周瑜批评甲无一块对，伊嘛是有这条拔头壳娃娃甲周瑜气甲死呢，甚至激起着面底皮厚厚。来到周瑜的陵前，咧替周瑜靠不明。鲁肃这个时阵叫伫心肝内啦，伊知影轻重啊。伊讲孔明毋是干那老啊甲孩啊尔，伊根本佫是仓啊。啥做仓啊？台湾话咧讲仓啊，吼，就是鸡骹鸭骹压起来仓。对呢，国情啊，迄啊仓哦，伊清气淡淡呢。所以迄若趁大条的、拐大条的，讲哦做害啊，大条的生意摕去做，到尾啊骹桶开花迄款啊做害啊。毋过吼。连淡薄仔利头都要得，即款人，台湾话咧讲批评，讲我这仓啊，周瑜话我互你气死啊呢！鲁子敬气伫咧心肝内讲，你啊，搁要来遮得遮的东吴正人文武百官对你阿老的名声，孔明啊，孔明，有影你真是仓啊啦！